更来，国际上要紧，咱来看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吹过有针对总统川普大规模征收全球关税合法性表达疑虑。这个案件关系到全球的经济，嘛对川普的总统权力和施政议程是一项重大考验。美国最高法院6位保守派加3位自由派大法官，拢严厉质疑川普总统大规模征收全世界关税合法性。因问代表川普政府的律师，共总统伫咧第一遍引用1977年本来是为着国家紧急状态所设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内面的法条来加关税时阵，深受越权，侵犯国会立法权。不过，一寡保守派大法官讲，伫咧考虑总统处理对外事务时阵的固有权利，法院要做最后的裁决，内部意见可能会差真多。联邦检察总长索尔一开始就讲，川普认定美国的贸易逆差，和国家强要拄着经济加国安灾难。大法官因问讲，川普引用的这项法律无限期征收关税，是不是属于行政部门将经过国会授权的重大行动？伫法院辩论的时阵，几多位民主党参议员一个小型的企业主伫法院外口发声明，表达因反对关税措施的立场。Last night, the voters across America rejected President Trump's illegal and destructive economic policies. Today, we are here to call upon the Supreme Court to do the same. 这场伫咧最高法院的辩论，是因为进前下级判决判决，讲川普以国安为理由，对全世界扣关税，超越总统权限。川普政府不满提上诉，迄当阵对这项关税措施提出挑战的，是受到关税影响的企业，一共12个，大部分拢是民主党执政的州。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